在地人在地前来看台中东区富台社区迄块地啊，早期有大批为越南的富国岛撤退到台湾的国军，伊嘛甲家乡味冬粉炸过来，伫台中的东区定根生炭。 眼前的这个大鼎炉已经70多岁，参与退伍的国军伫东区的发展嘛，见证时代变迁。那他们都是从山东来的，那他们家乡的东西就是冬粉嘛，那所以他们就号召几个同乡的说，我们来做冬粉，那有没有人会做冬粉？孙的绿豆粉丝是小可黄色，退伍的军人甲故乡的滋味传来台湾。较早才请的拢是眷村的子弟，是真热烈。甲粉丝撒好了后的烧水，佫会提供给附近的居民做民生用水。里面将做一个大家庭。那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锅炉来煮那个水，沸水这样子。工作完之后剩下的这些热水啊，那他们就是像一个大澡堂一样，大家就开始洗澡啊这样子哦。为了防止老鼎炉罢工，粉丝的业者原来会来使用，希望会当保留当年的眷村基地。若粉丝伫咧台湾经过多年改良，伫咧制作技术甲口感方面，早就已经升级，成做本土的食食文化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